耳其外长恰武索格鲁16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他说，已经与王毅提出维吾尔问题。维吾尔突厥人是中国公民，因此我们希望维吾尔突厥人行使一等公民的所有权利，这是我们的期望。他批评北京方面对土耳其人与维吾尔人之间的联系持怀疑态度，称土耳其人与维吾尔人有种族、宗教、文化和历史联系。但是他说，土耳其不想像其他国家一样，把这个问题作为对付北京的政治工具。他说，我们对我国代表团将前往东突厥斯坦的方案抱有期望，他们将前往何处并与谁见面。如果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我们将派遣委员会。恰武索格鲁强调说，无论是突厥人、维吾尔突厥人、汉人、佛教徒还是基督教徒，都不应仅仅因为一两个恐怖分子来自某个特定种族而称呼所有维吾尔突厥人为恐怖分子。居住在瑞士的维吾尔族人阿迪利哈克木江为东突厥斯坦的家人和亲戚作证。他说，1997年2月5日大屠杀后，他被中国政府监禁了3次，最后他不得不选择离开家人逃往国外，以避免在中国遭受迫害。他说，4年来他一直无法联系父母、子女和亲戚。他的家人住在伊宁，父亲是一位71岁的退休教师，他的母亲是一位退休的公务员，今年66岁。他的儿子和女儿也在东突厥斯坦。他说，2016年他最后一次通过电话与家人通话，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听到家人的消息。阿迪利呼吁国际人权组织帮助他的家人和其他被压迫的维吾尔人。新型冠状肺炎疫情蔓延，为避免钞票的流通成为传染媒介，中国的中央银行对钞票进行隔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在星期六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银行将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变，并承诺中国不会出现大规模通货膨胀。他还指出，政府暂停现金跨省调拨，以及部分疫情严重地区的省内调拨，并为冠状病毒疫情集中的湖北省安排调拨近6000亿元人民币的新钞，对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回笼现金，采取紫外线或者高温等消毒，存放14天以上再投放市场。台湾也传出首起死亡病例，为中国大陆境外第5起死亡病例，其他4例分别在菲律宾、香港、日本和法国。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国内新增确诊2例新型冠状肺炎个案。第1例个案为中部60余岁男性，有 B 型肝炎及糖尿病病史，无出国旅游史，亦非确诊病例之已知密切接触者，于1月27日出现咳嗽，2月3日因呼吸急促赴医院就医，诊断为肺炎，当日受置于负压加护病房治疗。个案已于2月15日晚间因肺炎合并败血症死亡，其遗体经家属同意，将依法定传染病规定进行火化，并保留部分简体以供进一步检验。伊朗总统鲁哈尼16日在德黑兰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顶住了美国的极限施压，也绝不会在极限施压下与美国谈判。鲁哈尼赞赏伊朗人民对美国制裁的反击。他说，多项指标显示，伊朗人民正逐步克服这些事件带来的影响，情况将会有所好转。鲁哈尼同时呼吁美国回归伊核协议，并取消对伊制裁。如果美国取消对伊朗制裁，伊朗也会做好和美国在伊核协议框架下谈判的准备。